兒童焦慮症係一個日益嚴重嘅問題，影響住佢哋嘅情緒、社交同埋學業發展。大約有7%嘅兒童會經歷焦慮症，因此家長同教育工作者了解其成因至關重要。首先，遺傳同生物學因素扮演住重要角色。有家族焦慮症史嘅兒童更容易患上此症。大腦化學物質嘅平衡，特別係神經遞質，亦對焦慮嘅產生有顯著影響。其次，壓力大嘅生活事件係觸發兒童焦慮嘅常見原因，例如搬家、轉學、親人離世、父母爭吵或者離異，以及嚴重嘅疾病或者受傷，都可能引發焦慮。欺凌、虐待、忽視，以及食物、住所或者學業嘅不穩定，亦都會對兒童造成巨大嘅心理壓力。家庭環境對兒童嘅心理健康有住深遠嘅影響。家庭中高度嘅壓力、衝突或不可預測性會增加兒童焦慮嘅可能性。父母嘅焦慮或者係精神健康問題，亦可能透過學習行為傳遞俾孩子。過度保護嘅養育方式，有時會無意中強化孩子嘅恐懼同埋迴避行為。社會同學業壓力亦都係兒童焦慮嘅重要來源。學校相關問題，如考試、欺凌同埋人際關係困難，都可能引發焦慮。社交焦慮症即害怕喺社交場合被評判或者拒絕，會導致孩子避免公開演講或者社交互動。了解呢啲成因係幫助孩子建立韌性同埋有效管理焦慮嘅第一步。透過開放溝通、建立規律同鼓勵面對恐懼，我哋可以共同支持孩子健康成長。